OK， 朋友们，现在我来相城5月啊，那么现在我来 MAD 面面挂一上，哟，哎，我刚刚看边浪向有个些焖面，感觉看着很不错的了，要不今天去吃个焖面吧？音乐起。现在已经是1里向8点20分了，但看店里向怎样坐满人了。因为我刚才路过 MAD 的辰光，我看见人家来吃这个，我看见这铁锅子大大，我觉得应该蛮杀意的那样的，然后我才进来吃的。然后我今天点的是一份辣子鸡的一个焖面，哇塞，这么大一碗，兄弟们，这么大一碗焖面，兄弟们来尝一下这个焖面，我的看着就具有食欲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它这个面很筋道，很 Q 弹，你知道吗？虽然是辣子鸡，但是是我能够接受的辣度，就我能够接受。你们明白了吧？大概尝一口辣子鸡，哦，真是嫩啊，好吃个！哎，它焖面好吃，像个拌面啊、焖面其实我是蛮欢喜吃的。倒点麻酱上去，哎呦，因为我看到后面有麻酱，所以我再加了麻酱来试一下。它虽然本身就很好吃了，哦，那兄弟们，你们可以试一下加麻酱，我觉得加麻酱好吃，加麻酱更好吃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真的哦。说实日，然后高头搿两道油啊，39个句，还是胃口热，相当口热的。因为刚刚搿个名人鸡2高头一来7个，那么分7个，那么我再点是一份蔬菜，我也上来看。OK， 朋友们，再来上来看一个蔬菜啊。哦，嫩啊！哎，这蔬菜辣不辣？那也不辣，蛮好吃的。嫩啊！搿两道油啊，60块钱，搞一个面嘛，3个月进来100块钱，我觉得高里不止，真的不止，量非常大。OK， 朋友们，现在我吃了，我觉得一杯焖面今天属于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啊，因为我觉得它味道不错，然后高丽也没比，然后2道都付得来资源，你像下班过来吃太油的饭太吓人啊！现在我就准备做吃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